哺乳动物。在自然界中，白鲸的寿命大约是25到30岁。眼前这两个小家伙，它们到底有多大的呢？在我们左手边的米娜公主，首先让外国的朋友你们好吗？看得出来，两个小宝贝很懂得礼貌。这都不算什么，白鲸它们只富有海洋鲸鸻是美丽的。可爱的小家伙，它们能传出上百种不同的叫声。你想听一听我们白鲸宝宝的歌声有多么的动听吗？让我们共同来仔细的聆听。怎么样？让我们白鲸宝贝唱好听的，赶快掌声来鼓励一下！我相信我们全场的朋友们可都是第一次听见白鲸的歌声，你要知道，我们只有在北极才能听到的。能想象这可爱的小家伙就在我们的眼前，还为我们唱歌呢。告诉大家，这些好听的声音都是我们白鲸宝贝从头部后面这个圆圆的呼吸孔的气囊传出的，因为它们是没有声带的，所以呢，在唱歌的时候是不需要张开嘴巴的。直接升起一个甜甜的吻，送给了麦肯先生。相信我们的谢老师也被我们的小伙子诚意所打动了。可爱的小宝贝虽然很调皮，但是呢，却是一个懂事的小家伙。当然，两个小宝贝在我们面前，谢老师学过了很多的本领和。哇，一个亲切的握手送给他们。也相信我们宝贝对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掌握了，海温度只有13摄氏度左右，这是模拟北极自然环境的温度设定的，比人的正常体温低了20多度，让我们感到冰冷和刺骨。然而，懂事的米娜公主此刻正靠着音乐的节拍和她漂亮的细雅诗，在水中冰